八子的给我！这明明是我们先买的。放开我！你找谁？范谷在吗？啊，在里面呢。搬进来吧。范谷，这是3万斤，我家主人说了，今日定要将和氏璧带回去。贵人，你来晚了一步。珍珠，母亲，怎么回事？这位大人已经将和氏璧先买下了。这就是和氏璧。母亲，你们把金子带走，和氏璧给我留下。珍珠，这个是米八子要买的东西，您要是拿走了，咱们这做下人的拿命也赔不起啊！对不住了，我今日若是不把和氏璧带回去，你我都没办法跟王后交代。拿走！不是，哎，不能拿！你们不能抢啊！你们不能拿走，这是你八子的！八子的给我！这明明是我们先买的！放开我！嘿嘿，别争了，都在这儿呢，好热闹啊！师傅，你们这是撞上的还是约好的？大人，这个事儿让小的也很为难。2位豪客都是一掷千金，各不相让，只好谁先来谁拿走。都说和氏璧是天下共传之宝，今日让老奴先开开眼。请。哎，慢点。嚯，真是好包装啊！揭开。的确是块好玉啊！这明明就是八子先买的东西，他们上来就抢。王后要的东西，谁敢横刀夺爱？行了，收起来，跟老奴走。大姐，师傅，大姐，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大王有旨，每人付给他15000金，一同回宫。谢大人。哎呀，这就是和氏璧呀！为了他，孟昭姐姐到处声张，说要卖了嫁妆和首饰赎他归楚，怎么后来就无声无息了？我那点东西就算都卖了，能怎样？连个匣子都买不下来。君子彼得于玉颜，温润而泽人也。不愧是和氏璧，果然晶莹剔透，完美无瑕。听说王后要把她送回母国，那可能还要看一下八子的心意吧。其实送不送都没有关系，王后跟八子是亲姐妹，亲姐妹在宫中共同拥有一块绝世宝玉，那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既然妹妹常说姐妹情分长短，何苦这次硬要与我相争？姐姐该知月儿并非贪恋宝物之人，我也是受人之托。既然妹妹并非贪恋宝物，最好也不要贪恋其他分外的东西。姐姐，这是何意？姐姐说笑呢，可能是姐姐看错了你。你们谁有主意把这个宝玉从匣子里拿出来？我刚试了一下，都不行的。是啊，就好像是长在上面那样。可能是被锁住了吧？没有锁眼，也没有钥匙啊！哎呀，这玉要是不能从匣子里拿出来，如何四面观赏，终是遗憾呐。我想，应当是有奇巧机关，只是不知该从哪里下手。叫人用利器把这个匣子破了便是。万万不可！且不说宝玉贵重，利器无眼，匣子又是硬物精心制作，毁坏了甚为可惜。这制作匣子的人当初定是料到会有动粗这一点，
你若不循他的步骤将他的机关解开，说不定他会有法子将这宝玉毁掉。那可怎么办？依臣妾看呀，这可是一笔好买卖。买了一块宝玉，又送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奇巧匣子，说不定哪天还可以买椟还珠呢。哦，不，是买椟还玉。大王这是何意？宝玉一人一半，一日在王后处，一日在芈月处。这么说来，就谁都得不到了。大王是想让众人都知道我们姐妹和睦，他不偏不倚。哪有这种事情？王后是什么身份？他芈月难道心里无数？他若是识相，就该知难而退。不是说得玉者得天下吗？谁敢再说出这样的话？难道我是为了得天下才买这宝玉的吗？奴婢再也不敢了。王后恕罪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我也是一时烦恼。大王春秋正盛，太子位分未定，这种话要是传出去，是会惹祸的。是。今日之事，亏得大王插手，不然真不知该如何收场。王后本是个好相处的人，自从戴瑁走了，她整个人就变了，言行举止根本就不像她了。当时只想到，就算王后出嫁相争，这顶多也是两番好好商量，怎会派人上来就抢呢？如今骑虎难下，既然王后退让的希望渺茫，月儿能否说服张子，让他另做打算呢？若相争之人不是王后还好说些，如今张子已经有了心结，哪肯顺水推舟？更何况王后已经放出风声，说定要让宝玉归楚。张子早就把楚国给恨透了，这才让他下定决心，非要将和氏璧夺入囊中不可。既然是张子要与王后相争，咱们何必替他强出头？我已经答应他了，只能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可王后与我又有嫌隙，唉，这事真是难办。老东西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大王恕罪，老奴竟忘了今日是初几。不是初9就是初10，不是初1、15。跟寡人兜圈子，想说什么？快说。大王打算何时到王后那儿去看看那块和氏璧呀？急什么呢？东西已经进宫，不是在王后那边，就是在芈月那边，什么时候看不行？老奴担心啊，这两头都落着了，等于这两头都没落着，最后还是把玉锯开，一切踏实。老东西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呀，有话窝在肚子里。老奴闹不清，大王这一招是帮了谁呀？帮了寡人自己。可交房殿那儿，今晚上恐怕谁都睡不着了。走吧。大王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交房殿看和氏璧去。是。王后，大王来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当儿睡了。淘气了一天，
用过晚膳，早早就睡了。前朝事务忙，总不得空过来。臣妾知道，今日大王能来，让臣妾高兴。知道王后和芈月得了稀世宝玉，可喜可贺。寡人特意来交房殿，一睹宝玉风采。珍珠，是，快把和氏璧拿过来。是，大王。周有抵厄，宋有节禄，梁有玄筹，楚有合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可惜这匣子有机关，不能将玉从匣子中取出欣赏。竟有这种古怪事！果不其然，尽管得了美玉，但打不开这机关，犹如雾里看花，难免有些扫兴。因为有了这只匣子，宝玉受到挟制。这块玉仿佛是你的，但又不像是你的。臣妾想说的，大王都替臣妾说了。昨日，王后提醒了寡人，玉姐有缘人。你们姐妹，谁能把这个匣子上的机关解开，大概就是这和氏璧的有缘人。既然这玉在你们手中轮流掌管，正好一人一日去解开。解开者获玉，这应当算是公平吧？大王主意甚好，臣妾与月儿原本就是姐妹，无论谁输赢，都不会伤了姐妹情分。